好嚟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咧，見到就外邊3隻快步向前，咁啊最出嗰隻小飛俠啊，咁啊中間白衫咧就架勢奇葩埋邊咧，咁啊仲有勇進當銳啊，出邊係美麗在線嚟㗎，咁啊大約跟住個第6位咧，仲有長勝將軍啦，中檔第7綠色衫係青春力量啊，內欄粉紅衫藍眼罩就係金主啊，後邊嗰6匹馬啦，烽火行運未錄到啦，出邊白衫淺藍帽嘅，中間夾住個富喜來內欄呢就係光明傳承啊。後邊3隻分別係好運寶馬、健康高球啊，暫時殿後係白進小星嚟㗎。好啦，過咗呢個12米段處啦，前面放嘅馬呢就係呢隻快步向前喎。咁啊，喺佢外邊第2位就小飛俠啊，第3位就勇進當銳啊，咁啊得一隻望空嘅，外邊呢就係美麗在線喎。中間呢仲有架勢奇葩第5位白衫嘅，內欄第6粉紅衫嘅金主啊，響出邊紅衫黃帽長勝將軍馬林，中間綠衫青春力量，後邊6隻光明傳承烽火行運啊，尾4位置係富喜來啊，後邊3匹馬健康高球粉紅衫尾子係好運寶馬，暫時殿後依然係嗰隻白進少星嚟㗎，睇嚟個步速咧都唔放快㗎啦，前面放啊嘛都仲係呢隻快步向前喎，小飛俠就跟住佢啦，第3位㗎嘛，埋邊係勇進當銳，中間白衫架勢奇葩攞出去外邊啊，美麗在線長勝將軍啊，等入邊㗎嘛，粉紅衫藍眼罩金主啊，攞出嚟中檔呢，仲有青春力量，外邊啊烽火行運嗰啲馬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前面小飛俠就透出咗，架勢奇葩中間追佢啦，外邊呢，仲有長勝將軍追啊，入邊金主揾到位啦，後多層做美麗在線嗰啲馬，最出白進少星，最後100零米，架勢奇葩佔先1個10米，金主呢，撲緊上嚟嘅勢頭相當勁啊，外邊係金主，終點前將架勢奇葩趕過咗，第3名都近㗎，外邊係長勝將軍，入邊呢係小飛俠啊。結果呢隻金主咁啊，最後200零米到啦，先至慢慢攞到出嚟中檔。咁啊，架勢奇葩以為走甩咗嘅時候，金主3腳嘅箭步將佢追過。第3名長勝將軍，第4名埋邊係小飛俠。好啦，恭喜晒金主大熱門取勝，贏出今屆嘅平馬協杯。跑第2名呢，架勢奇葩。第3名呢隻啊冷門啦，走入嚟嘅長勝將軍。小飛俠呢，跑過第4。貼欄慳咗位啊！隻金主臨尾都搞咗一輪先過得到啊！所以睇下佢個撻嗰個力咧，好強嘅呢隻金主。咁啊，但係長勝將軍都幾難。